有上传的影片哦，标题前面加个井字哈，贴到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，然后发布以后把它点按，有超连接功能，把它点按会连接，点按以后会连接到那一部影片，点按，可能有修改了，有修改。现在点按英国女王哦，你看跟英国女王有关的影片370部了，频道91个了，好像昨天才听到那个报道的，影片就很多了，马上就已经上传这么多影片了。哦，电视台报道那个很年轻的时候，小学生的时候呢，很有活力的那个影像。20几岁结婚的那个影像，在位70年，想高寿96岁，不简单哦。在位最久了，英王目前是这样，96岁啊，中国历史上西周穆王在位100年，西周之前，皇帝新年氏可能也是在位100年，传说了啊。